看到这个能量，对也影响咱的生命，影响咱的家。所以咱刷来要来唱，先来颁发咱的读经的状啊，来唱到你的，请到前面来排队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沈一华、谢明恒、陈雷安、曾伟胜、曾玉英、刘淑萍、裴珍、吴承恩、沈玉洁，来唱到你，请到台上来。哦，好诶。读经颁奖，读经评鉴的，颁奖。好，颁奖，读经会考颁奖。先恭喜冯点师傅们先颁发这几位的奖项啊！颁奖。那有几花郎